喺2025年3月26號星期三呢個日子，全運會乒乓球賽場真係好熱鬧。呢個充滿激情同汗水嘅戰場上，每一場對決都牽動住人心，每一次揮拍都承載住好多夢想同希望。而喺呢場激烈嘅混雙資格賽入面，16對組合成功突圍而出，晉級正賽。佢哋唔單止展現咗高超嘅球技，更詮釋咗競技體育嘅魅力同殘酷。混雙比賽作為乒乓球項目入面一項好特別嘅存在，佢唔單止考驗住兩位選手嘅個人能力，更考驗住佢哋之間嘅默契同配合。喺呢場全運會混雙資格賽入面，各路高手紛紛登場，俾觀眾帶嚟咗一場又一場嘅視覺盛宴。首先一定要講下曹彥圖、石崑堯呢對江蘇挺拔隊嘅組合，佢哋面對嘅係福建隊嘅陳俊松、魏敏星。比賽一開始，曹彥圖、石崑堯就展現咗好強嘅實力，首局輕輕鬆鬆就贏咗。不過對手都唔係等閒之輩，第二局就好快調整咗狀態，俾江蘇組合製造咗唔少麻煩。第三局更加打得難分難解，雙方比分交替上升，最後曹彥圖、石崑堯好唔好彩咁輸咗，但就係呢場失利激發咗佢哋嘅鬥志。第四局佢哋穩打扎打，成功扳回一局。決勝局江蘇組合更加展現咗超強嘅心理素質同技戰術水平，21-5鎖定勝局，成功晉級。而另一場打足5局嘅大戰就喺上海地產集團隊嘅周海、馬曉慧同北京八喜隊嘅徐晨浩、陳宇軒之間展開。呢場比賽，陳宇軒嘅狀態成為咗關鍵，佢喺女單比賽已經被淘汰咗，混雙比賽又面對咁強嘅對手，壓力可想而知。不過佢冇放棄，同徐晨浩一齊拼盡咗全力。只可惜喺決勝局嘅關鍵時刻，佢哋仲係冇把握到機會，以11-8惜敗俾周海、馬曉慧。當然，最驚心動魄嘅一場對決就莫過於遼寧隊嘅徐海東、陳幸同天津銀河、天津729嘅郝帥、劉偉珊之間嘅較量。郝帥呢位曾經嘅世界冠軍，雖然年紀唔少，但寶都未老。佢同劉偉珊嘅組合一左一右，跑位靈活，俾對手製造咗唔少麻煩。而徐海東、陳幸同呢對組合雖然年輕，但實力都唔容小覷。比賽一開始，雙方就陷入咗激烈嘅爭奪。首局徐海東、陳幸同在領先嘅情況下被逆轉，但最後22-10好艱難咁贏咗。第二局佢哋乘勝追擊，21-6再下一城。不過郝帥、劉偉珊都冇放棄。第三局同第四局，佢哋憑住頑強嘅鬥志同出色嘅發揮，成功將比分扳平。決勝局徐海東、陳幸同一度面臨絕境，6-9落後。但就喺呢個關鍵時刻，陳幸同嘅大賽經驗發揮咗作用，佢打得好堅定，同徐海東一齊連得5分，以11-9逆轉獲勝。呢場勝利對於徐海東、陳幸同嚟講，無疑係一次死過翻生。除咗呢幾場焦點戰之外，其他比賽都同樣精彩紛呈。韓欣元、王一朵呢對陝西組合，面對福建隊嘅鄭培峰、李仁斯佳時，都同樣打得難分難解。佢哋先贏咗2局，又連輸咗2局，最後喺決勝局以2分險勝。而山東隊嘅劉丁石、孫藝貞同黑龍江銀河隊嘅魏世浩、張瑞之間嘅對決，更加俾人睇到熱血沸騰。決勝局雙方比分交替上升，最後劉丁石、孫藝貞以14-12險勝。呢場比賽唔單止展現咗雙方選手嘅頑強鬥志，更俾觀眾感受到咗乒乓球運動嘅魅力所在。喺呢場混雙資格賽入面，林高遠、劉詩雯呢對廣東組合無疑係最受矚目嘅焦點之一。
作為國乒嘅兩位老將，佢哋唔單止擁有住豐富嘅比賽經驗，更有住出色嘅球技同默契嘅配合。面對河北隊嘅周宇、莊小彤、林高遠、劉詩雯展現咗好強嘅實力。首局比賽，雙方就陷入咗激烈嘅爭奪。周宇、莊小彤雖然拼盡咗全力，但面對林高遠、劉詩雯嘅強勢進攻，都仲係顯得好唔夠力。最後，林高遠、劉詩雯以11-9好艱難咁贏咗首局。呢局嘅勝利，無疑為佢哋後面嘅比賽奠定咗堅實嘅基礎。第二局同第三局，林高遠、劉詩雯完全掌控咗比賽節奏，佢哋嘅速度、力量、旋轉都發揮得淋漓盡致，俾對手好難招架。周宇、莊小彤雖然試圖通過改變戰術嚟打破僵局，但無奈實力差距太大，最後都係以4-11同5-11連輸兩局。賽後，劉詩雯喺接受訪問時話：呢次預賽嘅氛圍真係好好，有好多球迷嚟到現場睇我哋比賽，對運動員嚟講係一件好幸福嘅事。而林高遠就顯得相對低調，佢話：我哋仲需要繼續努力，後面嘅比賽會更加艱難。隨住混雙16強嘅出爐，呢場全運會乒乓球資格賽都進入咗一個新嘅階段。不過喺呢份晉級名單入面，都唔乏一啲爭議之聲。有觀眾認為，某啲組合喺比賽中嘅表現都唔係好理想，之所以能夠晉級，更多係因為對手嘅實力相對較弱。而另一啲觀眾就認為，比賽就係比賽，結果先至係最重要嘅。無論過程幾艱難，只要能夠晉級就係實力嘅體現。當然，除咗爭議之外，更多嘅都係期待。呢16隊組合入面，唔乏國乒嘅主力隊員同新生代小將，佢哋喺接嚟嚟嘅精賽會有咩樣嘅表現？邊啲組合能夠脫穎而出？邊啲選手能夠成為黑馬？呢啲都係觀眾所期待睇到嘅。特別係對於林高遠、劉詩雯呢對組合嚟講，佢哋嘅表現無疑成為咗全運會乒乓球賽場嘅一個大睇點。作為國乒嘅老將，佢哋能否喺呢次全運會上再次證明自己？能否為廣東隊奪得一枚寶貴嘅金牌？呢啲都係觀眾所關注嘅焦點。而徐海東、陳幸同呢對組合喺經歷咗死過翻生之後，都無疑成為咗全運會乒乓球賽場嘅一匹黑馬。佢哋喺接嚟嚟嘅比賽會有咩樣嘅表現？能否繼續創造奇？呢啲都俾觀眾充滿咗期待。喺呢場全運會乒乓球資格賽入面，除咗激烈嘅比賽同晉級嘅喜悅之外，都仲有好多背後嘅故事同感動。比如曹燕濤、石崑瑤呢對江蘇組合，喺比賽中展現咗超強嘅心理素質同團隊協作精神。佢哋喺落後嘅情況下都冇放棄，而係相互鼓勵、相互支持，最後成功逆轉獲勝。呢種精神無疑值得我哋學習同借鑑。再比如韓欣元、王一朵呢對陝西組合，面對強敵時都冇畏懼。佢哋憑住頑強嘅鬥志同出色嘅發揮，成功晉級16強。呢場勝利唔單止係對佢哋實力嘅肯定，更係對佢哋精神嘅讚美。當然，仲有啲未能晉級嘅選手們，佢哋喺比賽中同樣付出咗巨大嘅努力同汗水。雖然結果都唔係好理想，但佢哋嘅拼搏精神同對乒乓球嘅熱愛都值得我哋尊敬同銘記。全運會乒乓混雙16強嘅出爐，唔單止標誌住呢場資格賽嘅圓滿結束，更預示住正賽嘅激烈爭奪即將拉開帷幕。喺呢場充滿爭議同期待嘅比賽入面，我哋既睇到咗老將嘅堅守同新生代嘅崛起，都感受到咗乒乓球運動嘅魅力同殘酷。對於晉級嘅選手們嚟講，呢只係一個新嘅開始。佢哋需要喺接嚟嚟嘅比賽中繼續保持高昂嘅鬥志同出色嘅發揮，先至可以走得更遠，飛得更高。
而對於啲未能晉級嘅選手們嚟講，呢同樣係一個寶貴嘅經驗。佢哋需要從失敗中吸取教訓，總結經驗，為未來嘅比賽做好充分嘅準備。至於呢場全運會乒乓球混雙比賽最終嘅結果會點樣，邊啲組合能夠脫穎而出，邊啲選手能夠成為黑馬，呢啲都仲係未知數。但正係呢啲未知數，先至令呢場比賽充滿咗魅力同期待。等我哋一齊期待接嚟嘅正賽啦！相信喺嗰片充滿激情同汗水嘅賽場上，一定仲會有更多嘅精彩同感動等住我哋。